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伊朗偷偷打造核子设施，藏伫地下90公尺深，以色列找无保甲灭掉，美国敢会出手呢？目前是较未确定。花莲连续2台粪扫车断货，拢是因为民众无分类、无回收，直接甲锂电池等入去粪扫车内底。外交部长林佳龙昨伫咧面册公布好消息，讲台湾和菲律宾正式启动互相免签证。菲律宾驻台代表处公告，为7月开始，摕台湾护照去菲律宾观光14天免办签证。咱外交部长林佳龙嘛宣布，菲律宾来台湾免签证会延长1年。去年有超过41万的菲律宾游客来台湾，咱台湾嘛有20万人去到菲律宾。相信免签证实行了后，这观光会更较热。来看若被提出废除监察院的修宪案，民众党黄国昌今仔日正式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国民党团拢表态支持。不过黄国昌正正咧质询的时阵，甲检察官精神的录音放出来，互检举甲告发。台北地检署立他治案调查，甲黄国昌列做被告。民众党进前提出废除监察院修宪，表示得到部分国民党立委支持甲联署。20立法院处理成立修宪委员会案，国民党团为本来开放个别委员支持，表态会全部同意。睁大眼睛看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政党觉得监察院又肥又香？今天的议程，我们主要就是我要特别讲尤其通过可以提案，就是成立修宪委员会以及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组织法的修法。只是提案人黄国昌昨仔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当场播放好亲像是检察官精神录音带的示范带，也引起争议。民进党团放调讲要加送纪律委员会处理。为什么黄国昌要用造假的资讯来恶整官员，质询法务部？没有恶检，只有恶伪。黄国昌剿伪犯事件移送纪律委员会，如果蓝白封杀了这个提案，就是国民党护航。但那个示范带就是陈凯昨天这样子讲，就是等于是承认他的代志是真的部分。北检已经收到民众告发，将黄国昌列作涉嫌伪造文书等罪他治案被告。不过到底是家己制作的示范带，还是真正是检方询问的引动力，也引起关心。北检火速的分案调查，党检媒3位一体重出江湖。张启凯委员说他听过的一个资讯，这是2个同事的事情，可能要问张启凯委员才会知道他自己的争议嘛。好，你去追打黄国昌，继续追打启凯，继续追打民众党，可是你自己打到自己了，请赶快跟你的民众讲，这次北检是有不正讯问的，有没有恐吓像流氓一样？面对这个，黄国昌讲自头到尾拢讲是示范带，当时的国民党市委会调委吴宗宪回应会公平看待，无认为有违法的顾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央银行宣布维持目前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有房市专家表示，除非扫落来2季厝价拢有跌，这信用管制措施才有可能放力。若市场是传讲后半年房市的建商会经袂调开始倒踏，不过民间团体认为，不是厝卖不出去，是厝价伤悬啊。央行总裁杨金龙伫第2季理监事会议宣布，维持第7波房市信用管制，暂时无第8波。总量管制现在是37.08，如果说以这个标准来讲，它还是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用资源还是太过度在那边。我们的房价还是有一点在成长的，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为什么会决定，我们还是要持续。杨金龙表示，下半年是不是放量管制，都要看不动产放款集中程度甲房价是不是有改善。以上新实际资料来看，去年4月，全台湾二手市场公布件数，平均一天超过500件。今年4月，六甲村较无120件。进一步观察6都，今年4月二手厝的件数，包含台北、新竹县市，也甲台南、甲高雄。拢落加个位数，只是交易量有萎缩，不过是安怎厝价也是真悬的。因为预售屋禁止转售的关系，导致市场的卖压没有出现，因为投资客他没办法抛售手上的预售屋物件，那市场没有卖压，当然就价格就比较难降下来。一句老话，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啊，
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政策想要达到啦。你就想办法降价嘛。原先袂少建商拢还阁咧期待央行放零第7波信用管制，不过即马无希望啊，但无放弃的春天。专家认为，除非央行的信用管制措施有6-7年以上，才有可能会影响建商规定化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减轻饲囝的负担，鼓励爸母生囝，劳动部拍算要修改就业保险法，让爸母会当加领1个月幼囝留职停薪的补贴，拢总会当领7个月，上紧明年会当实施。不过民间团体认为，干那加1个月实在是伤少啊。以目前现行的育婴留职津贴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没有诱因，无法去吸引我们年轻的这些夫妻投保薪资的60%，再加上政府给的2%，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8%薪资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初步提出的，希望津贴的基准提高。至少要修正我们的公教人员保险法或就业保险法，将育婴津贴的基准由现在的60%提高到8%。全高总肯定劳动部重视幼囝的问题，嘛希望幼囝补贴的基准为投保薪水的60%由悬到8%，会当领6个月，延长到领12个月。另外，申请的期间应该为目前0到3岁延长到6岁，来打造幼囝优胜环境。有外籍移工违法偷掠野生动物，佮毒做肉来偷卖。动物团体和县府、警方伫咧苗栗的山区查到800多公斤，拢是毒做一块一块尸体。有姜仔落到山顶，哪像毛狗吧？涂骹拢是动物的尸体，包括山姜、水鹿、山猪等野生动物，也佮疑似900的不明物品，总共是800多公斤。流浪动物珍爱协会甲承德苗栗2县府的动防所保持总队人员，18号来到苗栗斗分的山区，查到倒拉输载动物贩售案件。我们就是在现场它是在一个山林间的一个我们讲公寮然后我们开门之后就是有8个冰柜，然后2个是空的。6个冰柜里面有肉品。动保团体经过半年的调查，掌握有越南籍移工倒拉多载贩售野生动物，而且伫咧苗栗山区做铁皮工厂来藏，内底是查到有6个藏满动物尸体的冰柜，另外2个已经去用清空，但是现场无火臭味，研判毋是第一现场。苗栗县农业处表示，已经启动行政调查，不明的肉品拢送验，后续请地主来说明，厘清是毋是有参与犯案，甲肉品的来源。发现的这个肉块的来源是不是他知情，他有没有参与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厘清这些肉块是由地主他有直接参与的一个行为啦。今年4月，台中爆发一名移工拉捕幼动狗，宰杀了后，伫咧网络贩卖，疑似还有1级保育类动物就好，去予警方逮捕上班。流浪动物珍爱协会强调，怀疑背后有集团大规模犯案。犯案的移工目前了解已经逃离出境，呼吁政府应该管理非法移工，而且主动查缉，才当避免小型的山林悲剧搁再发生。公司新闻苗栗报道。高雄的树德科技大学有学生指控学校为着要和一员工合作，竟然是逼学生为宿舍搬出去，要互一员工的员工来住。若学校是解释讲，这宿舍要征收，才会要求学生搬去新的宿舍，而且新宿舍的费用未起价。学生发起联署拒绝一续做和产业合作的人士，社群内底嘛有学生真不满学校一定要安尼做，无看到因问卷调查，有真侪人拢是拒绝，质疑这是黑箱的作业。我们就要被赶到从1宿赶到3宿，然后在我们那个最忙的期末期间，就我们就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这边住的算蛮开心的，移到那边去可能位置会比较挤一点。可能房间会比较少，导致于说有机会没有住到宿舍。起因是树德科大一宿的学生，19号雄雄接到公告，爱因搬去别位，加上新地点每学期的费用贵1000块，引起反弹。19号学校举行的说明会当中，真侪人反映，不过学校解释，这拢是误会。它的那个管线都已经阻塞了，加上
锅炉啊，常常学生在师生座谈会会反映那个锅炉的热水不热，所以其实本来就有评估要做修缮。学校表示，爱学生搬走是因为这边收过旧，需要专门来翻修，甲企业的合作啊，搁咧谈论当中，毋是定局。学校嘛吸收因搬去新所在的费用，维持原本的收费。新的学期要开始，学生要跟学校订立新的租赁契约，学校当然有权去调整契约的内容。律师讲，学年结束，契约到期，签新约的时阵，学校本来就会当调整内容，伫咧法律决定来看无争议。不过学校强调会甲学生来说明，目前200多名学生，还佫有60几人因为联系袂得，也是作业当中还未搬了。公司新闻网络听明朝款个报道。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咱台湾3间学校台大、清大甲阳明交大排入去前200名，表现比顶届搁较好。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台大第63名是历来上好的纪录，清大176名，阳明交通大学199名。另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连续14年摕到冠军。第2是英国的伦敦帝国学院，第3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真侪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自闭症的少年囡仔，因为无专业的支持，致使部分囡仔会郁卒，也是伤害家己。民间团体和学者就建议政府会当引进外国的生活导师制度，训练学校的老师来帮助这寡囡仔进入社会。儿少的一寡情绪疾病，亲像自闭症、情绪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等，伫咧后尾，日本已经甲正名做神经多样性。政府嘛拢直直鼓励这家长带囡仔接受早期治疗。不过，根据台湾人智功能促进协会的统计，台湾大年有3500个新生儿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却敢若1/3接受早期治疗尔。有专家学者嘛呼吁国内就要正名甲污名化名清理掉，去污名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突破污名化，突破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用全新的认知去诠释这件事情，那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其实生活导师他这个 model 是希望引进到台湾，甚至给特教老师去学习，甚至心理师、更是临床师，甚至社工，我相信都能去学习这一个 model， 让他们学习这个生活导师的制度之外呢，他就能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有民间团体参加过的专家共同召开记者会，建议政府应当引进特教以外的生活导师制度，亲像美国的 TDOS 教育机构长期协助有心理健康问题和神经多样性的青少年。因表示，生活导师的工作都是协助囡仔制定生活管理、情绪管理，也有强化人际互动技巧，来帮助神经多样性的青少年进入社会，嘛通协助学校老师愈了解安怎处理学生的情绪。The goal as life coaches really is to help students, the people we work with, set goals, create plans, and learn the skills necessary for them to reach their ultimate potential. One of the major tools that we use as life coaches and even as therapists, and this is a tool we teach to parents. 兵团表示，国内侪家长拢惊家己的囡仔伫咧就医了后，或是接受特教资源的协助以后，互人打标签。希望透过引进生活导师制度，正做串联医疗照护家庭和学校三方的桥梁，互需要帮助的囡仔拢通得到照顾。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今仔日是世界难民日，来自纳吉利亚、比亚法拉地区的代表呼吁台湾要建立庇护制度，保障难民的生存权。让韩国甲日本都已经立法啦，台湾煞干那临时专案。监察委员纪惠瑶嘛呼吁政府要规划替代机制。米拉笑笑甲边仔人轻松开讲的伊，是为纳吉利亚、比亚法拉地区的乌潘瓦。当地长期去予人军事镇压，人权嘛严重受侵害，而且包括长期拘留、随便逮捕等等。伫世界难民日的即天，伊呼吁台湾爱实行人权的承诺，建立难民庇护法制，互道理建会伫台湾生活的人袂阁无依无靠。We use this medium to appeal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that safeguards the rights of refugees, to offer them protection and to ensure their resettlement.
比起附近的韩国甲日本已经有些难民法，台湾目前是敢若以临时外侨登记证庇护专案做替代机制。不过单位是讲，实施将近2年来，由民间协助的申请案件当中，到即马也无任何一个收到正式的审查结果。申请人伫等待期间无法度纳入健保，也无合法的停机留身份，甚至可能面临互人强制赶走的风险。在你还没有难民法之前，你应该要有一些相关的措施。那我的调查案里面也调查到，像我们邻近的日本，在还没有申请到难民的身份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一些协助，包括福利方案，包括他可以有部分的工作来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以色列甲伊朗战事升温，各地拢有多离开母国寻求保护的庇护者。乌潘话嘛，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因希望伫台湾会当赶紧推翻难民法，并且伫难民法通过进前，会当先调整并修改即马会牵涉到难民庇护的法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犯罪案件被害人甲家属除了要面对司法流程，身心的创伤嘛，真需要照顾。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甲高雄市就启动司法保护医疗关怀联名，串联26间医疗院所，提供就医免挂号费，这当上个案跨科别的协助，帮助被害人甲家属安心的就医。这个我们卫生局在捐款各100万啦，让他无够我看来阁想办法啦。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市府会分别捐出100万，给高雄2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用来帮助这个新成立的司法保护医疗关怀联名。这个联名由环保协会甲高雄市府合作，整合高雄26间医疗院所，提供被害人身体甲心理的医疗协助。未来只要摕这张医疗关怀卡，甲合作的医疗院所，拢会当免挂号费。因为这负担超过负担，伊无愿意去看医生。那已经造成伊的病情一直拖落去，甚至愈来愈严重。这伊个家庭可能从此的人家就是讲那变得躺平万劫不复。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在针对他的一个诉求，说我们成立一个医疗关怀联盟，跨科别的一个诊疗。那我想这个对被害人重伤的被害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他们有了后盾。法务部长陈明谦讲，要让被害人感受到柔性司法的温暖。高雄市长陈其迈讲，有足侪防苦动的囡仔甲大拢也是卫生局在照顾，资源永远无嫌济。因毋望这个联名，无论是善款也是医疗院所的加入，拢会当愈来愈济。是重症要送到医学中心的你袂当讲送到市里边有其他都无，安尼袂使啦所以这个要拜托卫生局，我们再努力一下。环保协会表示，这个合作计划是3年一期，9期自动各刷3年。毋望联名的资源会当愈来愈充足，和被害人伫咧面对诉讼的同时，毋免阁为着就医的代志在烦恼，做因上安心的靠山。记者柯家珠、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以色列甲伊朗双方是拍甲愈来愈热的。那伊朗咧轰炸以色列的病院，造成240个人受伤。以色列嘛继续帮伊朗的核子设施，国际拢关心这美国敢会拍参对。那川表示，未来2礼拜内会决定。伊朗甲以色列互相轰炸已经1礼拜啊！在这段期间，美国用核子议题对伊朗2个定的手段拢来，对以色列军火转移、防御部署甲情报分享。国际社会一直注意美国是不是会攻击伊朗。I have a message directly from the president, and I quot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s a substantial chance of negotiations that may or may not take place with Iran in the near future, I will make my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to go within the next 2 weeks. Iran has all that it needs to achieve a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need is a decision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to do that. And it would take a couple of weeks to complete the production of that weapon, which would of course pose an existential threat, not just to Israel, bu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the entire world. 伊朗伫19向以色列发射几落爆裂飞弹甲无人机，目标包括南部一座主要病院、苏罗卡医学中心、加特拉维夫附近的主题区，造成240人受伤。以色列强势反击，大规模空袭包括阿拉克的淡水反应炉，加其他的核子抑个军事设施。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这个反应炉无运作，而且无放射性外漏的风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甲美国一直有联络，并且俄罗川普。President Trump, with whom I speak to almost every day, is incredible. I think his
resolve his determination and his clarity when he says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for that to take place, Iran cannot enrich uranium. It's as simple as that. He gave them the chance to do it through negotiations. They strung him along. And you don't string along Donald Trump. 伊朗副外交部长哈蒂博扎德伫咧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阵，否认伊朗正伫咧发展核子武器。对川普一直讲，若是伊朗当初接受核子协议，这场战争本来是当避免的。伊批评川普拢无伫咧插以色列的军事半浪，伊朗本来是愿意谈判，是以色列用轰炸破坏一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想要甲核子设施拢毁掉，不过伊朗的福尔多核子设施，以色列当时要找无报甲灭掉。根据了解，这个核子设施藏伫山区地下90公尺深。我个认为，伊朗这若要发展核武，敢若差一步尔。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伫未来2礼拜内决定是毋是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外界关心的焦点之一是，伊朗早伫2002年就开始秘密打造福尔多核浓缩设施，这是伊朗制作武器级浓缩铀的地点。2015年，伊朗甲西方达成的核协议当中，早就明定禁止伊朗伫这个所在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不过，即马伫福尔多设施内已经有2700台离心机。 其中有350台已经是上先进的机型，而且已经甲铀浓缩到60%的纯度。虽然军事分析家普遍认为，全世界就敢若美国有碉堡克星这种重型阵地炸弹，会当摧毁藏伫地底的福尔多设施。不过美国是毋是要出手，目前也看袂出来。 Is the destruction or the dismantling of the Fordow nuclear enrichment center, is that a prerequisite for a deal? Is that a red line for you? No,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people talk about having.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it, but that doesn't mean I'm going to do it at all. 其实外界对于福尔多设施的了解，全部拢是为2018年以色列情报单位所偷摕一批伊朗文件。其中显示，伊朗准备伫福尔多设施生产武器级的铀，而且目标是当年至少做1粒至2粒核武，因为伊的位置真深。 卫星的影像嘛，敢若看到伫伊朗圣库姆附近有5条崩坑软入去山面，也加一座可能是崩坑入口的白色四角形建筑物。The U.S. imposed significant sanctions on the Iranian economy. Iran has escalated by advancing its program significantly. It is enriching uranium at higher levels. It has amassed more centrifuges, while intelligence agencies say that they do not believe Iran has decided yet to weaponize its program. It is certainly very advanced and dangerously close. 美国啊，副智库科学家国际安全研究所 ICS 最近的评估，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已经会当伫3礼拜内，将现有的60%浓缩铀库存转换做233公斤武器级的铀，会当做9粒核子弹。 这就是安怎福尔多设施以色列感觉真刺激，设法要甲完全毁灭的原因。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气候变迁，全世界拢受影响。根据科学家研究，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创新高，地球的碳预算会伫咧3年内用完。这也伫巴黎气候协定要甲全球温度提升控制伫咧1.5度以内目标变搁较硬到。巴黎出现小影。 6月份平均的温度是24度，19月上悬温有到31度。真侪游客拢戴帽仔甲挂乌针目镜，或者是去较凉的所在较袂遐热。因为英国伦敦的气温日按算会到32度，有60外个国际科学家的团队共同发表一份报告，而且刊伫咧期刊的。内底讲到，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地球的碳预算按算会伫未来3年内用了。 这互巴黎气候协定要甲全球气温加悬的幅度控制伫咧1.5度以内，希望变甲愈来愈困难。At 1.5 or at 2 degrees, we now expect higher risks to ecosystems, to poor populations, for tipping points to happen, and for extreme events to happen. 所谓的碳预算是要互巴黎协定的目标实现的几率，若维持伫咧50%，全球上济会当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小组伫咧2021年估计，苏当时剩的碳预算是5000亿吨的二氧化碳。不过目前上新的研究，剩的预算降到敢若剩1300亿吨。研究指出，
2024年记录到的全球暖化程度是前到大毋捌看过的，而且强化对气候变迁灾害控制的能力、甲适应的能力，是完全约袂到碳排放量直头增加的情形。We are see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extreme heat. We're seeing it on extreme rainfall. We're seeing it on sea level rise and storm surges. If you're in a coastal area, we're seeing it in wildfire. It doesn't affect normal people. It's affecting normal people and it's affecting them all over the world. 报告当中估计，在过去10年，全球平均的气温比工业化进程平均增加1.24度，其中的1.22度是臭树啊、臭森林、燃化石燃料等人类的活动所致。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花莲市清洁队昨连续发生2站粪扫车庆宴大会意外，拢是因为民众分类无做好势，甲锂电池弹入去粪扫车内底。清洁队呼吁民众锂电池一定要另外分类，交予清洁人员，才袂发生危险。伫路口监视器看到一台停伫咧巷仔口的粪扫车，车道一直清烟出来，清洁队员赶紧甲粪扫拢倒出来，消防队也赶来拍火，甲粪扫搬开，看到底是啥物在收。那个是垃圾车的资源回收车，然后他们现场已经先将那个回收都先倒在地板上，疑似为一个串联的锂电池发生了火警，那现场同步火调科人员初步勘查。伫19晚8点，花莲市清洁队粪扫车伫咧经过国号23街甲国号20街路口时阵，压缩窗内面突然间庆烟，火调人员初步勘查了后发现，导火原因是这2粒锂电池。我们收运资源回收物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危机。那锂电池只要被我们压缩车的压缩板压到，产生摩擦，爆出火花，就有可能会造成有冒出浓烟的一个状况。另外，19下昼，吉安乡清洁队也发生粪扫车倒火，同款是民众无甲锂电池分类，就直接等咧粪扫车。我们的电池，不管你是小型的，或是大型的，或是机械用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电池以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机械产品那所有的电池都必须要交由我们的清洁队员以及回收桶的这个部分。清洁队讲，另外亲像是金纸、泡啊、咬塑杆啊，这寡熬多易爆炸的物件，也要另外分类交予清洁队员，千万唔通直接等喺粪扫车内面，以免发生危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2019年，台中市环保局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要减碳，有发电费1800万。不过，这个裁罚互环境部撤销，市府环保局就提起行政诉讼。这阵高等法院是判市府胜诉，环境部表示尊重，嘛讲会继续上诉。一张检验许可证所领出来代志，中央环境部加地方的台中市环保局为着中火裁罚已经完几多年啊！环境部109年撤销环保局对中火所开的1800万罚单，环保局不予其法院告。高等法院第19认为，环境部撤销处分无适格，应该报行政院执行，判台中市环保局胜诉。是我108年底，也是因为中火燃煤机组用煤量超出生煤管制制条例的限制量，而处台电违规罚锾及机组停工处分。因为我们尚未收到法院判决书，后续我们待收到判决以后，我们会依照判决精神加强对中火的管制。不过台电认为，法院判决的结果是针对环境部撤销处分的程序问题，并无认定台中市政府裁罚合法，将演议是不是上诉，并且讲这件案件也未定验，台中电厂23号机依法运转，未影响供电的稳定。环境部是回应2019年台中市政府要求台电减煤，不过所甲2017年许可证内面的开始减煤日改做完成期限，等于是缩短期程，要求台电在2个月内达到无可能的减煤目标。这个若开落去，不但是违反室内保护原则，也会让空污许可制度混乱。环境部成为台中环保局的顶级机关，应该要出面阻止。强调，因为案件的行政诉讼也未确定，所以原本的撤销处分也是有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彰化有一个细市的民众，因为无钱通开，就走去已经收起来餐厅，想要偷加电线摕去买，正戆打去加着高压电，人无安怎。不过附近200户拢失电，警方依照窃盗未遂、毁损甲侵入主体，甲伊上班。
桥帮内阁点过蜡烛，彰化市中正路第19个暗头发生停电事故，计共有202户徛家甲点头失电，阁有米单生理做到一半熊失电，人客拢走了了。你们那时候在营业吗？在营业啊。那怎么办？没办法啊，那客人都走了、啊，又没有天冷气也没办法吹啊。啊，你那有损失不？还好啦，但是要点蜡烛啊，你看蜡烛要搁降底下哩。熊失电，民众拢三无涨，成点蜡烛应付人客。经过调查，竟然是因为民众欠钱开，入去停业的餐厅，想要偷加电缆线变卖，结果去加到高压电缆线，这位贼头好运无受伤，尾啊嘛家己自首。本所接获通报以后，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抢修，并于当天晚上7点半完成复电。针对犯嫌的部分全案依照窃盗未遂、侵入住宅、毁损移送侦办。如果碰触到我们的裸露的开关设备的话，它的供电的电压是11.4 kV， 都会形成感电，感电可能会造成它会有心脏停止，甚至会有电火灼伤等情形啦。台电表示，高压电缆线危险性真悬，民众若是发现电线落去，请通报台电，千万唔通家己动手搬线，若无可能会发生意外。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屏东邦山要起9座风力发电机，引起地方反弹。基民认为业者对噪音和生态影响拢无评估好势，伫咧会议当中，佮直直拍断厂商的话病，未少人提早离开表达不满。不过厂商强调会继续沟通。说明会乱吵吵，居民直接拍断厂商讲话，主要是因为风力发电公司打算要伫邦山的风港遮建置9座的风力发电机。19举办第2摆的地方说明会，邦山甲西仔乡大约有50位居民到现场，反对的声音袂少。有村长就批评讲，开发的计划拢无含当地原住民参详，厂商嘛拢无评估噪音甲生态影响，互因感觉真不满。这种的做了，你拄啊像就以前生讲啥物破苗，规划都没有事了，人会死，人会无影传到。所以你们开发的位置虽然不是属在我们原住保留地，但是属于我们的传统领域。邦山乡公所认为土地有限，风力发电机佮要起伫田地顶悬，惊讲会影响种植的农民。县府城乡处表示，厂商毋若自然监测无做好势，大部分的居民嘛无同意，县府就无理由支持。面对反弹的声音，厂商表示已经对原本要起10座改9座，甲挖近西仔国中迄座砍掉。暗算6、7月会到西仔乡佮办说明会，因会继续和地方沟通来争取支持。你甲阮规个邦山乡上届会使经济的土地提做你的风力发电，安敢对？对。会有倾向不支持的，其实地方也会有倾向支持的。像我们上次在说明会的时候，很多不做芒果的这个果农就说地方外移如果说你们会来这里提供给我们一些补助，或者我拿到一些租金，我也不用耕作的这么辛苦。虽然厂商做真侪准备来，要针对居民的问题做回答，不过居民对当地开发实在无认同。说明会才开始无偌久，居民发表意见煞就提早离开，双方要达成共识，恐惊搁要一段时间。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桃园平顶区福旦路2段150巷一搭，常常有车乌白停，过路人无卡路真歹行。警方除了加强处理，市府嘛决定要铺青色的人行道，希望保护过路人的安全。巷仔底路边画红线，车路顶悬还阁有车去用拖走的痕迹。这是桃园平顶福旦路2段150巷，有民众反映讲，现在有汽车违规停车。地处过路人都爱行去甲挖车道的所在，看落是真危险。平顶区公所即马按算会铺设200公尺、90公分宽青色的人行道，要来提升过路人通行的安全。我们这边其实交通是很乱的，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之前这里都可以停车乱七八糟，其实行人走的地方很少。你看这样的路够宽，那上下班的时候这个车流量很大。你用绿色步道，那人家骑车、开车、骑摩托车的人。它这个变成路就变更窄了。平顶区公所表示，这条巷有6米至8米宽，因为真侪路段拢无实体人行道，佮加上有的人会违规停车，造成过路人行路安全的疑虑。按算7月中会完成相关的设施。经过会勘后，决议由区公所进行改善。我们将由
道路的边线至水沟进行实体滤铺，并且视道路的路幅来决定是否加装防撞杆。针对巷仔违规停车影响安全的问题，市议员黄敬平嘛要求交通局在这个路段增加安全条，还有护栏。上时嘛评估伫巷仔口适当的所在为奥多摆停车格，兼顾民众插奥多摆的需求。这部分交通局回应讲会配合公所完成的基停，暂定7月底会完工。公司新闻桃园报道。云林斗六路边的停车格因为厂商了钱，去年底解约，就暂停收费。一个知影这停车免钱，路边就垫几排，拢是甲车位当作私人车库的人。目前公所是已经招标找到新厂商，7月开始路边停车就别个继续收钱啊。一个菜来到斗六市公园路，路边的停车格一定拢停啊满满。去年底斗六市路边停车收费厂商因为了钱转终止合约，导致今年到目前拢暂停路边停车收费。有民众就反映，定找袂到停车位。有收费，我无停车。哦，无啥停啊。哦，无收费的。我忙啊。主要收费是杜绝一寡迄种长期人霸占的啦，对无？哎呀。讲啊，整个交通甲动线较袂大家黑袂停啊。斗六市公所表示，经过重新启动招标作业，已经找到委外厂商继续路边收费服务和管理。而6月中旬，政府嘛已经和4大销商签订代收的合约。斗六市公所嘛宣布，将于7月1号重新启动路边停车收费。现在没有收费之后啊，几乎很多的路段所有的车子都是满的几乎都没有车子可以停。民众也一直在询问所以斗六市公所我们决定在7月1号恢复全斗六市1497个，总共24个路段的停车收费斗六市公所就讲，目前各路段收费有每天下午8点到暗时8点，停车1点钟20块，会以人工开单的方式举单来算钱，会当透过纳钱的机械行动支付和超商来纳钱。而所到了后火车站，过来增设267个停车位，按说明年底全斗六市会完成总共3000个停车格，要来减少违停的乱象。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便利店的服务是拿来拿得完啊！即阵甚至有少册行车服务。台南市为着要方便偏乡的民众，伫咧西港、咸水、甲龙家等引进超商提车服务，只要上网络警测去超商，就会当借册甲行车。民众要介绍个减免领册，暂时伫图书馆，则是西港的便利超商，为了方便偏乡地区的读者，但是西港、咸水、龙家、安定等地区的图书馆，拢引入超商取册服务。民众只要事先上网检测，完成借册程序，去指定要伫倒一间超商领册，就会使照时间去领。看完了后，嘛会使直接放入超商门口的行册箱，图书馆的馆员会定期回收，每摆上侪5本。我住的地方其实离图书馆，就不管是附近的图书馆，还是再远一点的图书馆，至少都是要10分钟。可是超商的话，就是我走路就可以到超商。图书馆都有上下班的限制嘛，你也是讲外头的超商24点钟就无这个限制，来会当当遐就是向借册来行册。所以还有这个服务。西港图书馆讲，近来平均整理超过20箱册，显示民众借册意愿确实有提悬。根据统计，目前全台南市馆藏台语文的册，拢总有2542本，今年到单已经借出242本，比去年成长24%。官方指出，近年来配合国家语言政策的推动，社区对台语文本的接受度愈来愈高。图书馆除了设台语专区，也定期办相关活动。做足侪甲台语相关的活动，譬如讲台语讲故事，阮有45区的图书馆，阮今年会选10区，会去办100场的台语的讲故事，像阮有开一个培训班，有密集5天的时间，你会当上这个班了后，会当去考证照。图书馆指出，透过超商24点钟的特色，通解决传统图书馆开放时间的限制，嘛互阅读更较无束缚。这项超商提册服务是免费的，因讲未来若运作顺利，会去评估拓展到更加侪偏乡的行政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新港国小邀请5年啊、甲6年啊学生举办科学博览会，学生用创意展现学习的成果，现场也有摆搭，让囡仔会当哪算哪学习。甲水管摕来转，透过企业流动来捡物件，学生设计各种游戏的单位，
要互参加的人伫过关的过程当中来认捌科学的原理。自3年啊开始学习的自然，然后呢，加5年啊、6年啊的时阵啊，用因所学习的相课本内底所学到的，然后甲伊改甲较有趣味性，然后较好耍的来做关卡。嘉义县新港乡的新港国小为着要鼓励学生展现合适的成果，特别举办科学博览会，让5年啊、甲6年啊的学生用创意的方式来设计科学的游戏。嘛，希望为这当中培养学生囡仔对科学的兴趣，会当启发咱的囡仔的头脑。因为即摆科学的物件进步足紧的，咱对国校开始甲扎这个基础后甲伊大汉开，对咱这个科学的物件更较有兴趣。5年级课本上有教到，然后在网络上影片也有看到，就觉得很有趣，就想要来设计看看。学生囡仔伫耍的过程当中，把课本的知识转变做亲身操作的经验。学校的老师就表示，活动的举办除了增加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伊嘛伫参与甲设计的过程当中，找到学习的趣味甲成就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卫福部公告长照申请服务的给付办法，也就是人讲的长照3.0，会分做3阶段实施，扩大服务对象嘛增加给付，预计有73万人受惠。上近今年9月开始，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嘛会使用社区的日照服务。咱国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至今嘛差不多20几万有请外籍看护工的家庭，本来是无法度使用日时照顾家庭托顾服务，但是卫福部宣布，自今年的9月初一开始，这个长照个案只要经过评估，就有机会当适用。希望会当透过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减轻或者是延缓失智失灵的情形。失智症的长辈非常需要社会的参与跟刺激，长辈可以走出家门，然后接触到更多人的话，其实对他的整个失智症的延缓和他的心情健康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卫福部公告上新的长照申请服务一个给付办法，也就是俗称的长照3.0，将会分做3阶段实施。除了今年9月实施的扩大照顾地点，明年115年元旦开始，也会扩大新增加50岁以下少年型失智加失灵的人，也个继承后期综合照顾计划 PAC 对象。第3阶段是自明年7月开始实施，将会提供每3年6万块的额度，会当用在做水身躯、大小便、居家照顾面床等5大面向智慧型科技的辅助器具，提升长照的品质。过往我们补助的这一些辅具都比较是传统类型的辅具，像是轮椅啊、气垫床啊。台湾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智慧照护的科技辅具，那对于个案其实也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们把它纳进来。另外，也将会扩大社区式的交通接送，提高营养照顾的给付，优化居家休喘服务一挂。卫福部强调，目前推估适龄的人口差不多72万人。明年长照新制度实施了，估计会让增加6000万人使用，所有使用的人差不多是73万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上近7月底开始，嘛开放80岁以上的时段，唔免甲80娘表，就会使请外籍看护。虽然讲是同情个案优先，不过民团认为，安尼颠倒会有人上康上芳去写一张同情的证明出来。台湾长照的需求是愈来愈多，立法院伫咧去年三读通过就业服务法草案，其中第46条修正案，若是要请外籍家庭看护工，开放80岁以上的时段，也是70岁至79岁感情2期以上者，唔免医疗机构80年表评估就通请。10月劳动部表示，拍算上紧是7月底实行，未来几月同情和一般案件分流，拍算予同情的个案优先。这个配套所需要的流程、系统、人力，也包括法制作业，目前也在筹备之中。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是预定在7月底前，希望能够把相关的配套做到一个段落。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无需要去同情分流，因认为安尼颠倒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愈会上空旁去摕到同情的证明，时到忝的又是时段。民团嘛烦恼外籍看护甲同情当作跳板，时到搁找理由专去照顾亲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移工的这个照护履历，他当然可以转换雇主，可是你要如实的载明
他今天转换雇主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有乐团是认为无应该把请看护的责任拢放互家庭，若无劳主强决定会伫家户内底互人暗藏起来，亲像限制看护自由，也是将监视器侵犯隐私等等。乐团认为应当由长照机构去请外籍看护来进行训练，才派到家户做工课，安尼嘛有人通轮替，管理爱透明，才通避免长照悲剧。有一个机构咧做雇主，然后这个劳工若发生啥物代志，真济会当通知这个机构的，这是督导嘛好啊，还是啥物协助人员嘛好，所以这个部分会当落去较好势处理。乐团表示，台湾的长照需求会愈来愈重，外籍看护嘛需要伫咧健康的劳动环境当中，才通互受照顾的时段得到较好的照护品质。乐团呼吁劳动部伫咧规划配套的时，就要重视这点。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逐档拢会办台语活动。来看学校办的台语拍通关，加新将大个台语册店拢搬来学校，有囡仔搬歌戏，现场是闹彩彩。大家好，我是白色今年今的前一个，今仔日来台湾庆祝，从小同齐来去宜兰佚佗。全台湾年纪上细歌戏团出来表演啊！伫台顶表演的是妈祖婆、千里甲、顺风耳的故事，一寡囡仔师奶的台语声非常古锥，互台下的大人看了笑嗨嗨。然后手震动，嘿，对，就是安尼。囡仔爱起来，先将架势十招师傅伫咧边仔哪教哪学。这是学校特别邀请宜兰8档历史的东画庙人员来教。庙方是真阿萨里，几组的新将大个拢搬来现场，互小朋友体验。互咱知影讲，小朋友因知影讲，咱这在地文化，伊到底是安怎来的，安怎来这个活动，然后安怎来咧跳这个脚步，这是咱的重点。这是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所举办的台语活动。校长讲，宜兰本身就是一个真有文化底蕴的所在，加上宜兰真侪大家庭，真侪囡仔拢是阿公阿嬷做伙带大汉的。因办这个活动已经是第10档啊。宜兰县大部分拢是属于3代同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因的生活款是同款的。所以咱希望讲，因转去他甲因阿公阿嬷通个讲会出话。感觉台语吼是咱宜兰吼上介重要的这个文化啦。我感觉咱宜兰国小吼办这个台语这个活动吼，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啦。现场嘛有举办台语市啊，互小朋友体验过关活动，邀请在地册店来做推广，鼓励父母加入台语家庭，互台语伫咧宜兰代代传落去。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宜兰报道。欢乐会伫咧早期台湾社会是家家户户拢爱用到生活用品。高雄的历史博物馆就甲收藏家林玉珠合作，电400盒来自各行各业的欢乐会，带大家来看高雄的经济甲文化演变。电视橱窗内底放满欢乐会，有的造型特殊，一看就知影是火锅店；有的是印高雄的景点甲店名，互人一看就知影这是高雄来的。高雄历史博物馆讲，台湾伫清朝就捌出现欢乐会，大约到民国50年代是欢乐会产业上盛行的时阵。那家家户户拢会用到欢乐会阿爸也正做各行各业上好的广告物。很多餐厅啊，各地方哈，就是每一家商店它都会有一个火柴盒，就客人来了都给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打火机。所以才会有这些各行各业的必需品啊，这必需品除了生活之外，的是用来做各种这种交际应酬各方面啊推广行销的一种媒介。有餐厅、旅馆、有饭店、银行、酒家，展场内面大约有400盒的欢乐会，全部拢是来自林玉珠的意外收藏。林玉珠讲，伊伫咧收集老高雄的物件，研究高雄的演变，要证实一个所在过去是餐厅也是戏院，这个欢乐会是上好的辅助资料。这摆展览是用行业落去分，若是运用行政区来看，佫会当看到高雄的经济文化演变。你嘛会发现规个高雄市的变化，有盐埕埔蛤蟆心，安尼直过爱河，甲这边林雅区啊、前镇啊，遮的变化，火柴愈来愈少，表示讲这边开始开发的时阵，就无咧印这个物件。嘛代表迄个时代已经没落啊。欢乐会阿爸顶悬的店家，有的已经消失，有的甲当也搁伫高雄咧经营。透过这个阿爸将过去甲现在连做伙，也互人看到老高雄的繁华年代。记者郭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
尽管疫情过，日本的外国游客都加真多，甚至去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所以日本政府就开始用漫画、anime 去推广2线、3线车市，希望这游客莫集中伫咧同一个所在，会当去各乡镇行打减消费。行路顶悬世界当看到有名的漫画角色的雕像，佮有妖怪神社，游客拢较紧摕翕相机出来翕。主角龟太郎和亚索阿婆甚至出现和游客挨沙子。To see all the characters on the street, it's a really cool way to see it and see the manga and its history. Everybody knows about like Tokyo and Kyoto, but I think that these smaller towns have been really cool to visit because you see more about like where people actually live and work and whatnot. 外国游客来这拢是因为这真有名，红叫做漫画王国的照书馆，除了龟太郎的街仔路，这嘛真清。来到鸟取县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哦，就是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的故乡。那么来到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像是有故事当中阿笠博士的坐车，吸引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来朝圣。馆内展示作者的手稿真迹和互动体验，附近用故事的模型打造变做商店街，有咖啡厅、卖纪念品的店，载真大的相机来。根据统计，日本漫画圣地巡礼游客一年有310万人，会当造成4700亿日票的商机。亲像新来川县湘南的冠拿高手的边高岛。瓜南剧场、半场景、北海道函馆的5连过，新闻少女的舞台、山形县银山温泉，拢成一大堆迷众来这看。双立县教夫市阁投入800万日票，长期县680万日票的预算，打造圣地巡礼计划。尤其疫情了后，外国游客大大增加，引起过度旅游的问题。透过2、3线城市用漫画做焦点，配地方特色的好食物，会当帮助消透过度集中的游客。公司国际记者施树豪日本报道。天气玻璃赛，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29度到34度，华岛地区28度到34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后礼拜1下晡3点，咱再会。